伫遮诶即几段练习诶最后一段，我甲超工想着一个物件，我超工甲这放做伙，就是参这有关系，因为即个物件伊足特别吼，伊其实有无音诶角色，伊会当参其他诶主音嘛是无音斗做伙。咱头前有看过一寡，甲一寡迄落你平时会当伫吼，伊会用伫对我伫即段甲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大家上煞练习一下。这是饭，有人姓饭先生吼，姓饭，食饭诶饭，就是一个饭着什么代志诶饭，吼汤，啉汤诶汤，烫衫诶烫，汤，光，天光诶光，光去做肥料诶光，光，囥物件诶囥，即个囥，这是字，装，嘛有人姓装，装物件诶装，这是字，床过床，骹床诶床，讲一个床，这咱拄则真正看过啊，这是问问题吼，头问诶问，大问诶问，铁问诶问，这个应该搁较熟啊，这是两，一两三四两，两人两称诶两，这个远，要行对好远诶远，足远诶远，一个酸，酸舀舀诶酸，足酸诶酸，算数诶算。以上甲大家做一个练习甲介绍。